大家好，我想问，按照年份，民国92年开始吼，我就投入咗客家研究所以训练出来千多个新传史所以我哋也有只班吹，我请我哋嘅历史长也系本先生，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田区的回乡历史学会的理事长温文庆。各位校长，大家十万位來了會，大家好。好。我今半夜我哋開始上課了個客家語嘅課程你必須係第一，佢做隻相見法。佢係相見法係用乜嘢啊？講到圖上資料，日語叫切莫唔通。亲人所亲手，剪不斷，李漢鸞係李秀，撇了一般風梅在心頭。你看到啲詩咩講？感覺個真快樂嘅詩呢，直到就小李嘅感情出嚟地步。羅祖先佢按照讀書。佢自不要像那一年的事情佢就講俾你知，真簡單本來你自不要就了解咧。以每年你真係係第一做嘅作者就係第一佢講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錯雜有東風，古骨不堪揮手人民眾，金雕玉器更有才，只是逐年改。門君能有幾多少？恰似你講春水，上來為了，上來為了。懂了。你就要讀過呢個大家嘅課程，你啲講到了為你。大家要就了解你客家人種種嘅結果就此拍地才論見，千里講的第一番，兩岸染上提不出，強就一個萬重山，平安的快樂的希望大家。今天的课程要呈现的是4首童谣。第一首《月公公》，视线呢？月公公，那月光光，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月亮很亮。月亮很亮今天的学员们都非常的聪明。那这个中在讲什么？就是一个秀才骑个白马过了莲塘。很有趣的事情，那等一下呢，由我们的罗老师来呈现，你们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罗老师，请。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莲塘乖，终究衰，就衰法，结情家，情家明天日后长，小妹骑马不长长，小妹做就衰，大妹就爱做姑娘。各位姑娘抱点点，就会翻来出口人。各位姑娘爱多多，就会翻来讲不偏呀，讲不偏。好，我们谢谢罗老师。好，接下来呢，我们是第2首童谣。阿夏的视线呢？阿夏嘞，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很有趣味性的童谣。好，我们请。罗老师，阿夏给大饭茶，一大把都太极的门灯下，太极论语必须干，上就石头下就干，我干上我干下，一干干到太虚干，一头烫一头炸，心都满意那啥呀啥。我们谢谢罗老师的表演接下来呢还有2首现在要呈现的是第3首。
火焰冲啊，火焰中，一滴冲，用来抒发调整落，白龙光就是风，白龙暗就要看，看他一条手，战斗两把脚，看他一回傻，看到两把眼咔咔呀眼咔咔。谢谢老师。好，火焰虫呢，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那什么昆虫吗？萤火虫。啊，萤火虫哦，它很厉害哦。好，最后呢一首童谣，第4首叫做《北北虫》。好，有请罗老师。北北虫，冲山坡，亚大不知大路，新旧做下草田路，天路好，出到大板脚，大板往啊叫，新旧拍下手，敢用那地，无加高呀，无加高。哦，不简单嘞！我们罗老师又要唱又要打响板哦，打这个主板，非常的好听又好看，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好，我们来谢谢罗老师的精彩表演。童谣本来就很有趣味性，那加上呢，主板再配合的话，会更有看点，更有卖点。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的是旁头，海陆腔叫做旁头，四线腔呢旁头。那什么叫做蓬头呢？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就是一出主戏还没有上演的时候，它出来暖场的。那今天呢，我们请罗老师为我们来表演。记得呀，真记得。记得9月、5月节，5月安排上，6月安排线。天堂东西一只鬼，后堂东西一只别。拿来送送通，拿来推推唔得。前个月来讲，讲到上文东，拿来去到36分线，拿来先唔得，遇到阿财哥，你讲啊，真正要不得呀，要不得。好，我们谢谢罗老师的表演。接下来呢，我们是第2个旁头哦，它叫做升起4线，海陆叫升起。那你们看这边写升去，那什么叫升去？各位学长知道吗？知道它意思吗？有趣。有趣哦，你们真的很厉害。那我们现在请罗班长来为我们表演。真神奇，俺们公公爱，谢谢不得力，现在去得起，俺们喇叭讲无爱，俺们养来做，做到13岁，空空这空空地，想想无条路，就来跟住哥，大肚气，两水开来去，空空就是你，一般过一般去，平常下晓得一注意。天主哥爱讲司机，想食材还贵气，空空的路空空的，煮到一个小牙子，食材很中意。每期爱加馍，咸的真牛意，每期必定爱几多，1600亿，就老地听落去，新加坡在起，小民党爱年烂，下民党爱年轻，3番世界3万国的最重要。希望国家喊得起，好个喊到麻痹不麻痹，很严不来拖来做目干，拖来到神奇啊，到神奇。好，我们谢谢罗老师的表演。今天的课程呢，有童谣，有蓬头，相信大家经过我们罗老师的表演，一定非常的清楚，也觉得蓬头或是童谣都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很简单，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那今天呢，我们要感谢罗老师为我们的表演，好，谢谢罗老师。当然也要谢谢各位学员学长们。3下咧，
表演那个客家戏曲的短片。一客家戏曲的短片呢，是有两个客家的三配角，相反罗山歌、山歌子到小调，韩国呢利用两个三角彩插主线的一个客家短片。一客家短片呢，有咧写一只小的故事。一个故事中呢，利用刚才讲緊嘅東西就去插入去，就變成客家嘅短片。基本嘅咧，我用文劇，我係教一個客家短片嘅先生，我先到咧，我隻好朋友金燕先生請出來。大家好。從下呢，去表演一個客家短片。然後呢，我是要表演本日就看了。山上哪有路，路难行嘞。弯弯曲曲，一层又一層嘞。阿哥愛去尋阿妹嘞，唔怕山高路唔平嘞。我按阿三票，今年年輕的關係當朝冇尋阿奶姑床山過。今日天氣暗好，來對請阿奶姑床山過來嘅。結巴還希望，那麼請阿奶喲姑奶喲。俺有冇來你奶見也見，去來看啦。咔！冇上嚟，奇怪，走過來。咔！阿奶姑，有菜冇？冇菜。有上，冇可能的事情，走過來。有冇便宜啊？夾出來！冇咧冇嘿，我出來咧，冇打開咧門啦。你那俺娘錯嘛？阿奶姑，我當朝冇請你床山過，今日我當公嘅請你床山過。我當朝冇床過咧呢。哎呦，嗰是壞胎嘅。cái好啦，喺前山人而家cũng nhiều lấy床啦，門福。好咧，冇人蠻多，我為床長雙多甜甜。哎呦，冇想到眼卡瘦是為床長雙多。好啦，該是來啦。該是來啦。张年的来是新年，旁路妇人來爭傳言，老公就冇是什不要，公溜哥來帶滿天哦，老大滿天。我冇通氣個。
3年3，看天父人来渡上岸。你的珍宝是木啊木材锅，我下猪下工来太阳长哦，哎呀落的哎，哎呀落的哎，哎呀落哎哟，太阳长哦。买木桶给我拍嘛个调查。下面的来就依然有唱，我的梦里的长山哎呀，我了啊了每次，看到风云来爬爬山哦，哎呀落的哎，哎呀落的哎，哎呀落哎哟的爬爬山。哎，我说呢，俺要安家的通铁口，我口那是谁呢？啊，你通口了吗？哎呀，俺瞧呐，英雄啥也冇得骂来骂去，哎，见面啦，天地暗河，英雄啥就看人来，来看花样啊，来啦，来啦，我哎。接下来我们的课程是说唱跳的部分，第一首是《油桐花》。像这个山林有个
接下来我们要呈现的是后山开大家。大家好，我哋啦班隨後創業就係喺來學習中來共同宣傳到客家嘅理念，推廣到全台灣。希望大家